香港廣東話文化學習第76課，黑馬、黑科技、黑色幽默、黑手黨。第一個要講嘅就係黑馬。而家先講佢嘅起源，黑馬嘅起源。1831年，當時嘅英國首相迪斯雷利喺佢著作嘅小說《年輕的公爵》中，描寫一場賽馬中一匹不起眼的黑馬，即係深色調嘅彎色母馬，喺最後關頭超越咗兩匹奪冠呼聲最高嘅良種馬，終於奪得冠軍。黑馬嘅特點係乜嘢呢？具備以下嘅特點：意外性，即係出乎眾人嘅預料。第二就係潛力，被低估嘅實力或者潛力喺關鍵時刻發揮潛在嘅能量，取得巨大成功嘅人、團隊或者事物。第三樣嘅特點就係逆襲，戰勝咗強敵，達成目標，可以講下爆冷。咁黑馬出現喺邊幾方面呢？黑馬呢兩個字就會廣泛嘅應用喺體育、政治、商業、股票等。第二個要講嘅詞語就係黑科技。而家下先講佢嘅起源。喺1998年，日本作家河東昭二喺佢著作嘅輕小說《全金屬狂潮》或者譯為驚爆危機中，創作咗黑科技一詞，意思即係指超越人類現有科技水平嘅先進技術。全金屬狂潮所提及嘅聆聽者、傾聽者或者譯為耳語者，係透過腦中耳語獲得技術靈感。另外一樣提及黑科技嘅日本漫畫，即係我哋熟悉嘅哆啦 A 夢系列中提及嘅諸如，即好似有任意門啦，任意門能夠將使用者心中所想或者口中說出嘅地點同埋現實空間連結，打開嗰道門就能夠瞬間移動到該地，呢個就係屬於黑科技。另外，哆啦 A 夢中嘅法寶有竹蜻蜓，另外譯為叫做竹蜻蜓飛行器，同埋時光機，呢啲都可以認為係黑科技。總結黑科技呢個詞語，就係遠超當前認知同理解嘅技術或者產品。另外仲要解釋輕小說呢個名詞。輕小說係誕生同埋盛行喺日本，佢就係咩叫輕小說呢？就係以可輕鬆閱讀呢幾個字為特定故事描繪手法嘅一系列嘅作品。第三樣要提及嘅就係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呢個詞語就係喺1939至1940年，法國超現實主義
布勒東編咗一部選集，呢個名就叫做《黑色幽默選集》，或者叫做《黑色幽默文集》。咁黑色幽默選集呢度咧提及兩個名詞，就係黑色同埋幽默。咁呢個並唔係單純指顏色，而係象徵黑暗、陰鬱、病態或者涉及死亡。幽默就係指諷刺、嘲弄嘅笑點形式。總括黑色幽默嘅特點，就係用喜劇嘅形式表現悲劇嘅內容，以輕鬆玩笑嘅態度面對恐怖、死亡、痛苦、罪惡等沉重主題，在絕望中尋求滑稽，用笑聲掩蓋苦悶。最後就係提及到意大利黑手黨。意大利黑手黨呢個名詞就係起源於19世紀中葉嘅意大利西西里島。據說就係因為黑手黨嘅成員犯案嘅時間留低一個用蠟紙印出嚟嘅黑手印。黑手黨主要透過勒索、收保護費、販毒、高利貸咁嘅犯罪行為嚟到得到利益。黑手黨嘅成員多數係以家族做基礎，成員需宣誓效忠。喺呢度我推薦睇一部電影《教父》，總共係有3集。呢個就係介紹咗黑手黨，同埋係了解黑手黨嘅最好參考材料。最後亦都提一提，我哋香港亦都有黑手黨，不過係報業嘅黑手黨。咁此話何解呢？就喺上世紀50年代，香港報紙印刷全靠排字工人根據文稿嘅一字一句，用圓製字粒逐字逐句排列，再掃墨印成報紙。呢啲工序就叫做活字印刷。排字工人好叻嘅，每個鐘頭可以檢排多達2000粒嘅圓字。由於長時間接觸染過墨嘅圓字粒，佢哋嘅手指往往被染黑，所以亦都有黑手黨嘅稱號。關於呢個香港報業黑手黨嘅資料，就係嚟自香港新聞博物館。咁呢個呢，亦都係呢一課嘅終結。好，多謝收睇收聽。